運行同埋一心喺度合力食緊一條20cm 咁長嘅糖，運行每分鐘可以食到3cm，而一心咧每分鐘可以食到2cm嘅。咁究竟佢哋需要幾耐先可以將條糖食完呢？直接講結論先，我哋咧就係將條糖嘅長度20cm 除以運行嘅速度加一心嘅速度嘅。可能會有人覺得奇怪，點解我哋可以將佢哋兩個人嘅速度相加嘅？嗱，因為佢哋咧係合力同時喺度食緊同一條糖啦，所以1分鐘之後咧，條糖咧就會俾佢哋合力消滅咗5cm 咁多嘅。咁究竟佢哋幾時食完？咁我哋咪即係求緊20cm 入邊有幾多個5cm 咯？咁要計速率嘅題目咧，其實道理都一樣。甲車同埋乙車喺甲乙兩地咧相向而行，咁究竟佢哋需要幾耐先可以相遇咧？大家咧就將條路咧想像成係一條糖，而甲車同乙車就分別係運行同埋一心，咁所以大家會明白點解我哋可以將佢哋兩架車嘅速度相加啦。